番薯糖水喺廣東地區係一道好傳統嘅甜品。其實呢個甜品喺屋企做呢，一啲都唔複雜，關鍵就係你點樣選食材同埋個火候啦。我喺呢度揀咗3種唔同嘅番薯，有紅薯、紫薯同埋白薯，每個嘅質感都唔同。番薯洗乾淨，去皮，滾刀切塊，鍋裏邊加入適量嘅清水、紅糖塊同埋切好嘅番薯，先用大火煮開咗之後轉中小火，繼續煲大約20分鐘，直至番薯變得軟糯。生薑可以磨成蓉或者係切片，跟住我呢度最後嘅時候加入薑蓉，再滾起就可以即刻食啦。有個小貼士，可以將切好嘅番薯喺水喉頭沖一下，咁就可以洗去多餘嘅澱粉，煮出嚟嘅番薯更加清透，口感更加粉糯。薑不但只可以去除番薯嘅澀澀味，仲可以驅寒暖胃，秋冬季節食用更加有暖胃驅寒嘅功效。紅糖係呢個糖水嘅靈魂，佢有一個獨特嘅焦香同埋色澤。呢個糖水好好食，中意嘅仲可以加2粒湯圓。希望你都中意今日呢個介紹。我係 Kitty，下次再見。